地夏天能與你碰上麼？如提前10步入電梯，誰又被錯過？和某某從來未遇一，為何能見更多？情來作你，但最後處處有險阻，只差一點點即可以再會面，可惜偏偏剛剛擦過，心面埋伏過，孤單感更赤裸，總差一點點先可以再會面，彷彿應該一早見過，但直行直過，只等一個眼波。始終係90%，絕對唔係容易能夠做得到嘅。Monster 挑戰失敗。Eric Sir 都盡咗力啦，確實喺個 verse 度真係走漏咗音。老師下次寫曲唔好寫咁難。所以 Eason 即係 Eason 啊！咁啊，亦都恭喜你兩位啦！飲嘴笑啊呢一位我，唔係有少少負碌。我哋呢個 show 通常喺現場，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員都會好即係好想嗰個唱歌嗰人贏。冇錯。今次為一次唔同，喺呢兩個人喺匿埋喺度笑。我係想佢哋贏㗎，因為佢哋贏咗 double 分都係14分啊嘛。係啊，咁即係而家你好多分咁話。